嗨，大家好，我是主持人中国图书中，欢迎大家来收看客家庙路福建了。今日要老大家看下来分享的主题是环保篇，用方言来讲就是环保。今日呢，我分作3个部分，用短劇老大家看下来分享環保有關的合法係乜嘅了，包含呢唔錯嘅交通工具啊，還個環保廢書啊，甚至環境污染呢條詞彙嗬。其實呢，我相信大家也幾年以來，真正要開始來重視環保。比如講呢，唔當然去搭嘅垃圾、廢書，還有去海船飲垃圾。呢一條就係同環保有關係，係講冇做到，可能這項事情就會影響到你嘅地球了。嘟嘟好，阿祖嘅同阿福嘅兩三年，當佢討論一件事情，真緊嗬，唔知會發生乜嘅事情咯？聽下來看一下，到底有哪條神奇嘅事情同環保有關係了？阿祖，阿祖，你有咩行嘅？你喺哪邊啲啊？我去參加一個環保嘅活動，就盼啲頭前，我鄉下去冇？哦，好啊，嗰樣去。坐公車就好。哦，係你硬要去好多擺，硬真去啊？唔怕，也為交通動力片，韓國坐公車較環保。嚇，做乜嘅較環保？簡單來講，就係我哋發展科技嘅時節，對地球造成影響。哦，但將坐公車就做嚟做環保。錯啊，做得減少汽油嘅使用，還有廢氣嘅排放，也就係一種保護地球嘅方式。比如講，唔先坐捷運去請朋友，咪係一種環保嘅方式。哦，坐大眾交通工具就做嚟保護地球。聽起來當簡單呢。雖然聽起來當簡單，不過我花當多時間來習慣一項事情嘅。你慢講。像係有啲地方，我慣勢騎車去，一下愛揾坐公車去，就愛提早出門。係，就像有啲人呢，愛開遠嘅地方，就習慣坐別人去，不過一下坐火車就會花當多時間。係啊，不過為咗愛保護地球，我哋還係愛盡量來改變自家嘅習慣。你平常時做嚟做哪條事情啊？較簡單嘅做法，大概就係省水然後省電，冇錢太浪費資源。哦，就係從細個地方天天來做起，換一條習慣呢，變成生活地度親接上見嘅事情。都好，講一下就了解。唔錯來，